早茶餐廳裏，一家4口圍坐餐桌吃點心，媽媽夾蝦餃，爺爺端茶杯，孫子救叉燒包，滿是溫馨。地鐵站台上人很多，上班族轉着地鐵卡準備進站。電子屏顯示荃灣線3分鐘後往中環方向發車。街頭茶餐廳櫃台前，伙計給顧客遞菠蘿油，顧客付款，櫃台上還擺着熱奶茶和凍檸茶的玻璃罐。街市蔬菜攤前，係花圍裙的攤主給阿姨清青菜。電子秤顯示22元，阿姨拎着海鮮袋還想要2棵蔥。學校門口，學生背着書包排隊進校，老師揮手提醒交作業。旁邊魚蛋小推車前有學生圍着買。寫字樓大堂裏，白領們排隊等電梯，有人拿咖啡杯。電梯顯示到18時，旁邊電子屏滾動股市行情。傍晚公園內，老人在長椅上打麻將，媽媽推嬰兒車散步，小朋友跳繩，遠處能看到高樓。便利店裏，顧客在貨架前選飯團，店員在收銀台掃碼，攬床舉有3名字，門口貼着熱食區提示。渡輪上，乘客靠欄杆眺望對岸會展中心和摩天輪，有人舉手機拍照。渡輪側面寫着天星小輪。菜市場海鮮攤，攤主給顧客撈活蝦。水箱裏有螃蟹鮑魚，旁邊紙牌寫着花甲15元斤特價。夜市街頭，霓虹燈牌亮着雞蛋仔、碗仔翅。攤主在鐵板做雞蛋仔，年輕人排隊等候。晚上居民樓樓下，媽媽帶孩子在便利店買牛奶，爸爸提水果，鄰居阿姨路過打招呼，樓裏燈光明亮。